記得追翻喎。好朋友自相殘殺，呢啲情景我最中意睇。受傷啊！你隻乖馬！姐姐仔，唔好喐啲掹把刀出嚟至得㗎。我只係好心將呢樣嘢還翻俾你啫。任劫難千百種，命運轉動一與空，才結局光與黑暗都以這一曲告終。漆黑天空多冷靜，不可聽到呼救聲，偏執混沌釀成災厄已注定，侵吞空間的暗影，對錯得心中記認，要靠那個做裁定，祝福彷彿詛咒，紛爭不會停，陷進慾望的邊境，誰言盡熾熱火與風，或向戰場手與攻，讓我來反抗天意，親手撕開這惡夢，任劫難千百種，命運轉動一與空，才結局光與黑暗都以這一曲告終，而終可找到拯救沒衰的抱擁。受死啊！你走唔甩㗎，等你見識下赤影嘅力量。好，我哋分頭進攻。好。等你見識下我嘅實力。你喺度阻頭阻勢。冇用㗎。唔通邪影嘅力量真係360度冇死角嘅？你兩個玩完啦！原來係咁。珊瑚，祖利同赤影仲未完全融合，大量輸出祝福能量會對祖利產生反噬。只要我哋大量消耗佢嘅祝福能量，應該可以突破佢嘅防禦結界嘅。我知啦，
唔俾佢飛咁高，我哋喺空中冇優勢。咁我哋就出絕招啦！珊瑚，我嚟啦！珊瑚，弊啦！珊瑚，海門，你冇事啊嘛？我冇事，不過閃星已經到咗極限啦。我贏咗啦！仲有冇其他辦法啊？仲有最後一次機會。你啊，究竟係乜嘢？呢樣嘢本來就係屬於你，我只係將佢還翻俾你啫。係邊個喺度打擾本王？尊敬嘅祝福者之王，至高無上嘅赤影大人，打擾你清夢真係好對唔住。多有幸，請赤影大人息怒，我嚟呢度確實係有一事相求。好遺憾，我幫唔到你。身為世界法則之一，全知全能嘅祝福者之王，有乜可能幫唔到我？本王係歷史同真理嘅記錄，只有已經成為事實嘅結果，先會俾我記錄低。但係你想知道嘅嘢，唔喺我嘅記錄範圍。俾人譽為全知全能嘅能力，只係記錄歷史，呢種能力未免太過愚蠢啦啩？你喺度嘲笑本王？只有真正重生，你先會變成全知全能嘅赤影。啊！不過可惜，你俾人封印咗喺呢個山洞度，係咪因為佢唔喺度？你冇資格喺度指手畫腳，本王中意喺邊就喺邊。如果唔係陸飛將你封印喺沙洲，你就唔會同使者斷開連接，只能匿喺呢個山洞度。阿依汗會嚟復活我。你果然係冇辦法記錄虛無入邊發生嘅事。喺你俾陸飛封印咗之後，我喺樂京揾到阿依汗。原來你俾佢嘅祝福依然足夠令我執行嗰個計劃，所以我就將佢我每次諗起嗰個場景，源源不斷嘅祝福能量喺佢身體度爆發出嚟嘅場景，我就會興奮到全身毛管動，我真係覺得超正啊！簡直係無禮！你嚟呢度就係想羞辱本王？唔係，我只係想喺呢個咁無聊嘅世界揾啲嘢玩下啫。
如果當年你同阿伊汗可以話我知虛無邊境嘅記錄，月之吻就唔會覆滅，你亦都唔會被封人，你嘅使者就唔使慘死。我有幸，你只係一個吸食咗祝福能量而變異嘅人類。你真係以為自己受到群星嘅祝福啊？區一個變異者，冇資格得到虛無邊境嘅記錄，仲夠膽傷害我嘅師徒，簡直係不可饒恕！其實我唔係好中意以前嗰個名，以後你都係叫翻我繼刀。呢招係羅睺嘅術式，你係佢嘅使徒。喺虛無入邊發生嘅事係超乎你想象，赤影。你唔話我知都冇所謂嘅。啊，係喎，你仲未知啊？嗬，阿伊汗生咗個女，真係個好出色嘅容器。只要我將你嘅龍魂注入一個新嘅容器，重生嘅你就會將所有嘅嘢話晒俾我知。而家只係差一個查詢記錄嘅媒介。老友，就差最後呢一步，你就可以復活啦！準備好未啊，珊瑚？機會只有一次。係咁上啦！閃星裝甲，開始！仲未完㗎，祖莉，即刻撤退！我有乜可能輸俾呢兩個？明明我得到最強嘅祝福者力啦，有乜可能喺呢度俾你哋打敗啊？我哋嘅目標係黑島，保留實力，我哋仲有機會，即刻撤退！咩話？沙洲治安隊前來支援。海門，前線戰鬥喺將軍嘅指揮下已經打贏咗，你可以放心啦。太好啦！打低埋佢，我哋今次就圓滿勝利啦！圓滿勝利，向寧輸咗，冇可能㗎，冇可能㗎，冇可能㗎！
我要殺晒你哋班衰人！大家小心啲啊！死啦！瑜伽，好似有啲唔妥。唔係，佢唔係瑜伽。呢個身體唔屬於你。走嚟！走嚟！走嚟！博士，你帶佢走先，呢度即管交俾我。但係你再唔走，呢個豆丁條命就凍過水。走嚟！又係你？珊瑚 BB， 今次主角唔係我。瑜伽佢做咩啊？佢吸收緊赤影嘅祝福能量。瑜伽係赤影嘅星雲使者。星雲使者，珊瑚 BB， 鍾唔鍾意我準備嘅呢份神秘禮物？你對瑜伽做咗乜嘢？珊瑚 BB， 你真係好 Q， 唔通你忘記咗祝福者究竟係乜嘢？祝福者係人類殘念受到虛無影響而產生嘅怪物。小弟弟咪喺度懶叻先得嘅。祝福者係得到群星祝福嘅人先至啱。而你哋所講嘅祝福者，只係虛無嘅副產物。但係祝福者呢一種怪物喺好古老嘅文獻入邊已經有記載。古老？你講嘅係1000年定10000年啊？喺歷史嘅長河，人類嘅壽命就好似曇花一現。你哋可以知道嘅有幾多？靠你哋嗰啲知識可以驗證嘅真相又有幾多？係咁，我而家就將嗰個真相展示俾各位睇下。終於出現，我等咗咁耐嘅畫面。珊瑚 BB， 我留俾你嘅呢份禮物，你就慢慢嘆。咪走啊！瑜伽，你冇事啊嘛？祝福武裝影龍印，瑜伽會變成呢個狀態，恐怕已經完全被祝福能量侵蝕，冇咗自我意識。佢會唔會變成楊介叔叔咁啊？唔會，佢嘅情況有啲唔同。搏一搏嘅話，仲有機會。海門，你帶佢哋走先。呢度等我嚟應付。我唔可以喺呢個時候走噶。你哋唔係瑜伽嘅對手，唔試下又點知啊！
等我陪你玩下，嚟啦！我都要用黃嘅力量啦！呢啲就係怪物之間戰鬥。下一招就決一勝負啦！坠入了黑暗，谁又不曾彷徨？动摇密码耳边回荡，和过去纠缠。就算世界有多荒诞，我始终依然相信过，就在最绝望之中伸手去找回。冲破这被遗忘、被痛封印。